伫咧洗衫，突然之间看到大鬼小鬼从门前来经过，因为伊信主以前定定去互魔鬼来苦害，伊也定定看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鬼，所以伊看到这个鬼，伊也无惊吓。迄大鬼小鬼经过着伊厝的门口的时阵，迄个鬼就甲另外这鬼讲话啦。有人咧问讲，你今日要到倒一家去食呢？有一个鬼就讲，咱去到迄个隔壁迄家食啦，因为咱已经伫迄一家食习惯啦。迄群鬼就来到林作辉的门口，就动起来。有一个鬼就讲奇怪，这家人安那无准备物件互咱食呢？中间有一个鬼就讲人已经去信耶稣啦。另外一个鬼就讲敢讲信耶稣就免准备，咱过来看卖。迄个鬼就讲，你去，我毋敢去。林作辉听到这个鬼伫咧对话，感觉真欢喜，因为信了耶稣了，连鬼都毋敢来。